到处祭祀啊，几工。我迄工已经陪阮二女儿去拜拜啊。去遮阳了拜拜。其实县长话讲，迄个搞特意的准考证好，因为学校印那个准考证要把它放在那个庙号。啊，遐准考证啊，无你拜拜的，保庇着共名的人要安怎？对无？啊，无替别人拜，为人着想。对。我迄早吼，阮高中迄阵有一个同学吼，伊问我一个问题，伊讲吼，迄个神明会当云游四海，伊是要云游，你若准讲你是神明啦，你要去云游四海，还是要坐在庙内底吼，迄个香伫遐滚，啊，伫遐听你个细细念。啊，伊袂一体啊，哈？伊袂一体。对啊，袂伫遐你讲有啥物啊？啊，就爱修啊，修就是安尼。爱请。伊的结论是啥？爱请。咱拜拜吼，是拜心诚则互家己平安啊。我以早有迄个朋友招我去教会，基督教做礼拜，啊，我这人做白目的吼，我迄人做礼拜吼，我迄个人黑白体管无问题。然后我问他什么问题？我讲，基督教禁止拜偶像。我说基督教禁止拜偶像哦，为什么神佛那些是偶像，啊，你们的耶稣基督就不算偶像？你讲我很复杂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真的是我当时的疑问哦，啊，你们说别人的神是偶像？啊，你们的耶稣基督，你们的十字架就不是偶像，啊，这样不公平啊！你有没有觉得疑问？可是外面朋友一准给我的答案，我可以接受，虽然我没有信教，但是他给我的解释我可以接受。他说你在敬拜一个对象的时候，你敬拜一个对象的时候，你若要给他讨物件，你就算祈求国泰民安也好啦，你只要跟他要东西，你就是在拜偶像，跟对象是谁无关。你如果在拜一个对象的时候，你心里想说要这该赶快的人，我是把他当做一个模范，安尼就你拜偶像。伊讲，若对阮基督徒，你去拜耶稣基督，你给他求明白啦，求啥物？安尼嘛是拜偶像，好，安尼嘛是拜偶像。所以我讲神佛一样，你们尊敬老师也一样啊。你跟老师敬礼，我也袂薪水较济啊啦。但是这是一种虚心向学的心态。你们自己得到，你们拜神，神有没有听到？你们敬礼，神有没有听到？那是一回事。但是你家己心安，你家己虚心向学，你自己得到的东西，那都是你自己的。所以他的解释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还是没有信教。对啦，咱继续看。我希望今仔甲全部上了。好来，咱看4-3。咱有电动啊吼？嘿啊，但多嘛电动。我唔知，刚刚睡得不错，花莲嘛吼，而且有在一起。
所以因为讲过啊，迄个要困进去，一寡必备物件爱袂离边啊。吼，咱人足奇怪的，咱伫台湾，遇到大地震的几率很高，啊，不过咱拢认为讲袂遐衰，对无？啊，不过要得乐透头彩的几率低很多，但是大家拢认为买乐透是拢认为一定是我，赌性坚强。一定是我，然后这个是天性无比的乐观，袂当安尼啦。好来，咱看台湾的天然灾害，这部分拢甲水有关系。因为咱之前讲啥物下东啥吼，这部分拢是甲水，而且可能有一寡人为，包括后壁讲着全球暖化有关系。就是伫咧气候变迁之下吼，天然灾害，你讲像风台、地动这，有地球以来就有啊。有无这有可能是因为人类活动吼？使得这种灾害越来越严重。第一来看洪水，88风灾你还袂出事哦，我过一个。我有讲过无？88风灾你讲我来学校。88风灾讲我去。过了爱学校惊着。咱规个地下室拢滴水，所有的地下室的出口水拢满出来。我有多摆伫地下室，还有3个老师的车伫地下室。我那台野狼变成水狼，后来抽干之后变成土狼，现在还在起啊。那个洪水，洪水。想到洪水都简单呢，落雨落伤多嘛，落雨落伤多，河川排水不及，可以造成洪水。你若个拄到迄个排水道灌，还是涨潮、大潮，使得你的洪水更严重。所以咱台湾雨水，拢无集中，就是讲像风台梅雨时阵落足多，平常时像迄寒天就拢无落雨，所以造成种状况就是讲，你要来就一堆，而且咱台湾的土地都细，所以咱做容易造成这个洪水。洪水要安怎防治？来3种办法。第一种建水库，你水伤多，我先甲你缀起来，慢慢放。要建水库，你嘛逐位学愈多愈好。敢有负面影响？有啊，什么影响？那个下游的陆地变少，海岸线会有问题嘛？那个上面的水土保持。哥，简单来说破坏环境啊！你建水库，你爱做迄个环境影响评估嘛？像进前的美容水库，阮遮规划好啊，结果拢停止，就是因为遐的规个生态、规个环境会破坏，所以你的需求度甲你的环境会受到影响，你一定爱做一个评估，就是讲到底，弊大于弊还弊大于利啦，就是安尼，毋是讲好你就一直学愈多愈好，是安尼。所以咱做侪物件你即摆咧思考咱做侪议题拢毋是非黑即白的，无咱的舆论做容易甲大家导向非黑即白，就是讲你赞成这个你就是对的，你反对这个你就是错的，
所以这唔对，我最爱听迄个，我以前最爱听迄个辩论会，一场好的辩论会哦，你咧正方咧讲的时阵，你会互牵过讲，无唔对，你讲的无唔对。反方来讲的时阵，你搁互牵过讲，甲伊是讲了较对哦，甲带迄甲伊后白讲。啊，一来一往的迄个过程中，你的思考就慢慢变做讲你会认捌着所有的议题，拢有两面无同的立场，所以恁即摆要接受资讯，你应该知影，所有的议题都不是非黑即白的，再来第二个分红，分红就是讲，你这条河的泛滥，我甲你分红。台北遐就是开一个原子上原子分红道，可以进行细致遐洪水避淹的状况，在开了那分红道之后才减缓下来。好，回来 ，Hello， 可以。Any question？ 他都有跟我问题啊。No。来，第三，最常用的也是最立即见效的，就是主体。来，主体你若无疏浚河流，你的堤防会愈来愈宽。像黄河安尼，黄河当然引起黄土高有关咯。主体嘛有方法哦。咱以前主体是用阿门土，用水泥框起来。所以用水泥框起来，结果就是讲，无对你水足多来的时阵，你会足紧互伊流落海。无水的时阵，无落雨的时阵，伊无办法变做地下水。所以咱即摆用人工迄个自然工法，就是讲卖用迄个水泥啊，因为咱的城市基地用水泥无好，第一水泥爱开采，伊嘛是一个破坏环境的。水泥空落，你无法度透水，会造成这个问题。再来，洪水了，无水的时阵安怎？干旱。洪水来敢会无水？会哦。必定发生讲外口的淹水，内底水道开起来无水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大雨造成水库的原水浊度太高，伊无沉淀落来，所以你无法取水。遇见这音控小天使，不看直径在看荧幕。所以外口的淹水，内底水道无水，水淹落来，规个厝拢土，结果要冲水，停水。所以不是淹水的时候就会那个哦。来，所以干旱咩嘛，爱抢水啊，抢水啊，尤其咱南部常在安尼，所以再来处理停水。好来，第三个，水防山，你还要懂土石土石流啦，山崩啊，水防山因为啥来山崩啊？招风。啥来山崩？咱的山伫遐徛几冬啊，上无嘛几百万冬啊，搁爱超过。伊若要放，就早就放落来啊。是安怎种啊放？中兵啊。你，就是咱人去共乌白乌啊，去开路去种，去树仔草条去种一寡，种啥？高经济价值的作物，比如讲种啥？槟榔树啊，
种地啊，种菜啊，高山蔬菜无，种果子啊，啊，这拢浅根的作物啊，所以水土保持就无好啊，所以山就崩乱。简单来讲啊，过度开发，你种这个准如煞，佮有规个种草，种草要创啊？种草干嘛？打高尔夫球。啊？你有看那个高尔夫球场无？18栋呢，迄规个草地偌大个，敢有人去讲过？是练习场，无哦，我讲过哦。啊，落尾人咧招我去讲吼，我讲卖啊，你到爱讲高尔夫球吼，你袂好。是安怎？开小工的钱，你讲迄80-90间，我会当讲130-140间，谁爱好？而且你讲甲球讲去迄个球道顶悬，啊，讲出你就坐高尔夫球车坐伊遐对无？啊，我迄球拢飞迄个，毋是树丛啦，飞去水林啦，吼，我甚至佫有飞去别个迄个球道的。啊，迄种袂记，我拢爱行路过，因为迄车开袂过，所以我的运动量较侪。哦，我打一场高尔夫球运动量，你们都是让甘指挥出去，然后去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以前当导师那一年哦，我带我们1年级班的体育，我上过高尔夫。嗯？你相信吗？在哪里打？在操场啊。飞出去。你有看过迄种推杆的吗？推杆的短草皮，我阁有挥杆的，我挥杆的是迄个球，把一条绳啊拱出去，伊会扭转来，啊，阁会一直洗。啊，阮讲了，我迄阵月考的下晡毋免上课，阮规班哦，月考的下晡去迄个迄阵正关起来啊，伫咧德民路顶悬台糖友会高尔夫练习场，一人交100块买球。嘛家长去哦，月考的下午哦，去遐哦，你看一棍高伊的，我已经找迄个最边边的哦，差甲准要互赶出去。多胜哦，我讲，来谁打得过50码哦，有奖品。那是什么？啊，我来讲，高尔夫就是这么神奇的运动，你越想打得远哦，它越飞不远。设定不远。你越用力想把它打远哦，它越飞不远。其实嘛是一个学问啦，啊，不过这种物件吼，水土保持实在无好。哦，简单来讲吼，山崩土石流，人为过度开发，再加上水的影响，就容易崩落。来教一个名词。顺向坡、逆向坡的问题，咱的沉积岩会有沉积的走势，因为地壳变动伊会倾斜，这个山是侵蚀作用的结果，山是侵蚀作用的结果，所以会造成安怎？变成一种的，所以山坡有两边。对顶叫顺向坡，可是伊的走势甲山势共款的一边叫做顺向坡，无共款的山坡是安尼，伊的即个沉积岩是安尼叫逆向坡。对一边较老走山，因为岩层甲岩层之间的结合力较薄弱嘛，伊会规个呈滑动嘛，所以是比顺向坡较危险。而且你若山坡的坡脚搁凹去，这个愈严重，规片会出乱。进前台北县，进的新北市，有一个建案，迄做危险啊，叫林肯大郡，做水的哦。起伫咧山坡哦，
以前咱唱的儿歌叫啥？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，对不？啊，这个是啥？小河里面水灾多，山坡土石流。今摆儿歌变来，起你顺向坡，三排哦，结果一个土石流来，第一排是从副排咧倒落，爬到第二排起落。啊，条有大啦，有大人啊，还有拢死哦。无死啊，走出来啊，啊你感觉对伊大？欸，这厝搁落贷款的呢，拄仔买新厝尔呢，厝袂大就搁爱落贷款呢，这要爱悲哀的代志。啊，这悲哀是安怎？啊是安怎这边的让设建地啊？违法。政府敢毋知影这是顺向坡？这探测会出来啊！山坡保育地敢毋通起厝？哦。问题就出伫遮。山坡保育地袂当起厝，这叫山坡地，伊的计数安怎？规家在卖。今仔日也变建地，一坪偌多？差偌多？不然叫的。谁在管这块是山坡地还是县地？县市政。好有。我那个做早，迄做早，比苏贞昌搁较早。陈水扁。这两例查林肯大郡，相关官员都已经退的退，好，走的走，对不？我建商去买山坡地了，你甲变建地，趁足多，伫瓜兰山呢，互公务员去核准变建地，建商批落，水来倒落，上水，老百姓水。好，所以讲的话，咱讲，吏治腐败、公园腐败，这是以前啊，现在已经不敢安尼啊，他以前真正足夸张啦，以前真正足夸张。好来。我前几工看到迄个中国的广东竟在做水灾啊。对啊。好，你嘛知影吼啊？中国官方宣称这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大水，啊，这个奇怪啊，旧年也有，1000年也有，啊，大千年也有。啊，但是拢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大水。鳄鱼路过。哦，北京那是。北京那涿州坝都也够衰呢。其实里面他们不会淹水呢。他们为什么淹水？就是他们把泄洪就把水要维护镇上的雄安新区，因为雄安新区地势很低，不能让那边淹水，所以就把水导去涿州坝中。好，啊，上可怜是无当科，厝无啊，啊，没有无啊，无当科。对，所以这对水土保持的重要，水土保持的重要。政府的迄个，像迄荒野保护协会一寡社团吼，伊呢做一寡工课，伊做啥物工课？伊收捐款，然后把规粒山买落来。爱把规粒山买落来要创啥？什么也不做，摆在那边，因为他不买，被财团买了就会开发，踢高尔夫球场、踢游乐园、踢度假山庄，所以他们抢先买下来，买下来之后
就摆着不动，但是别人就不能买了，对不对？问题是这种小虾米的财力跟财团能抗衡吗？他没办法，可以买一座就算一座，可以买一座就算一座，有人在做这种事，啊，所以这文案爱克法规啦，爱克法规啦。咱老百姓啊，认为这个无重要，这跟我无关系。你不支持政府立这样的国土保育的法案，当然就无效啊，没受到重视啊。你要从法规上去禁止开发。二来看444，改变世界的力量。来，这讲到两个议题。其实这咱之前拢讲过啊，一个是臭氧层，一个是温室效应。这人讲，咱人类为着这付出啥物努力？臭氧层你知影嘛？防止紫外线嘛，无臭氧层咱进嘴拢见光死嘛。是安怎造成臭氧层的破洞？怎么造成的？活氯碳化物。活氯碳化物用在哪里？活氯碳化物用伫对？第一，以早冰箱冷气的冷媒烦，还有喷雾罐。喷雾罐有两种。一种你爱热气，它会喷出来；一种像杀虫剂安尼，你只要莫放手，伊规罐的药啊喷了，伊是安怎会安尼？迄甲灭火器相共啊，你一定爱带胆内底冲高压的气体啊。那个气体的责任就是把那些药剂带出来，让它喷出来，到喷完为止，也就到内外压力一样为止。迄阵，因为活氯碳化物这种气体，它很稳定，我们也不知道它没有毒性，所以我们都用在喷雾罐，伊袂甲内底药剂起化学作用，所以咱认为伊袂歹。毋过呢，咱话来讲，一到高空停留层之后，伊也吃掉臭氧层，所以咱就开始伫加拿大的什么所在？蒙特娄。世界各国签一个蒙特娄议定书，限制活氯碳化物使用。所以咱禁用的冷媒叫做环保冷媒。所谓环保冷媒，就是讲不会吃掉臭氧层的，叫做环保冷媒。其实现在也有人在走私那个违法的冷媒哦，以前听说抓了中国渔船去走私这一种，想要走私这个，因为较俗啊，就简单啊，对不对？杀头生意有人做啊，赔本生意没人做啊。环保冷媒一定比较贵嘛，所以我用传统冷媒嘛。你感觉这人做工吼？你若破坏臭氧层，紫外线照来，你敢会照着你？相共啊，你往哪会漂移啊？安尼你想要去做这？所以我一直认为说，道德教育、教条式道德教都没用，把人教的有逻辑、有聪明，自然就会有道德。老师一起跟我嘛。我很聪明，我很漂亮。我看你的发型了，哪里很聪明？打什么啦？你像猴子。看来其他人有反对意见哦。都这样。你如果说他像猴子，你还可以祖宗呢。小祖宗。猴子跟人类说谁呢？对吧？那就很像啊，整个脸都很像。感觉就很像啊。来，
好啦，我依照阮国中的时阵，阮全班，你这种头吼，伫阮读国中的时阵，无不合格，修答，这个修答，有生啊，还有题啊，读题这个修答对。你这上加5分头搁较济，阮迄有3分头，这无够5分啊，有，对无？嘿，无你甲头家讲要去3分。我知啊，老师我知为什么即马像恁大概你这个年纪来读书，我知为什么。哇，我没有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。我讲哦，迄阵阮全班拢查甫的哦，阮服装仪容检查一讲吼，哦，迄教授拢免开电话，规个光亮亮，全班3分头去摆，哦，老师感觉都插爆的。什么意思？老师觉得很刺眼，好，高中变成平头，我以前迄阵雄中校内有理发部，同学底下讲，好了，来阿伯讲，好了，你到这里就好了。阿伯讲，你三甲再过，会啦，处理10分钟就回来，教官说不会过。阿伯讲，我甲你讲吼。好啦，煞莫甲伊收钱啊，无其实甲伊收一道。哎呀，法镜就是这样子啊。法纪。没有人权。来，第二个温室效应。温室效应啥物？这是蒙特娄议定书，这是啥物？温室效应国际间签了2种，第一个叫什么？巴黎和。较早的巴黎和约是后壁。巴黎协议啦，头前叫日本签的叫京都议定书，京都议定书，后壁叫巴黎协议，嘿，毋过，咱的足侪拢无啥遵守。其实我告诉你啊，国际规则还是要有一个强权国家叫出来叫大家遵守。所以你2战之前的国际联盟，恁历史读过啊？读过啊。想让杯啊变这软弱无力，因为没有一个强权国家像即摆美国小港出来主持世界秩序。好，即摆有靠美国出来主持世界秩序，主持世界贸易秩序，这样才维持下去。没有这样的话，你搁上面国际联盟、上面联合国，黑龙无事小不用，多一小，所以，咱的漫画。讲下只，来后壁你来看一下哦。资源到130，要上完了。138页加吼，后壁各位来，你看140页。照咧讲吼，有科学家持不同的意见，你拢讲人类的排放二氧化碳是元凶，伊认为讲太阳的作用较是元凶，地球的暖化是自然的现象，跟人为无关系。这有一派科学家的声音，认为是安尼。不，即摆大部分嘛，个认为讲是人类因素造成。那我要大家看一下。你爱知影，来后壁，咱应该有152页。来，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爱注意，爱知影 SDGs。来，你有讲无？中间。没问题。你有听过无？无呢。来，无，今仔来看。联合国
制定了17项永续发展目标。接着第二 SDGs， 这 S 是伊的复数，而且伊的名词叫 SDG。来，咱看哪17个哦？哪17个？咱来看先。第一，消除贫穷。消除疲劳。我来讲啊，你早餐吃饱了，你知道你的午餐在哪里？你已经比世界上95%的人还要富有。我都不知道我午餐在哪里。你午餐菜单都有啦，你不知道你午餐在哪里？就是讲你唔免烦恼3顿的人吼，袂食袂饱啦。你唔免烦恼3顿的人，你一定比世界上90%以上，比95%以上的人较好嘢啊。小米。喝液啊。来第一。变高食袂起啊，暗顿嘛食袂起。1跟2其实有关啊，终结饥饿。来看。第3，健康与福祉。第4，优质教育。这是我吗？第5啦。傻逼。性别平等。失败有报告。这辅导课拢上过。第6，净水与卫生。这嘛做侪地区做袂到吼。来第7，就是咱遮咧讲的可负担的永续能源。第8，就业与经济成长。第9，永续工业与基础建设。第10，消弭不平等。那这个跟那个性别平等有什么不一样？它包括种族平等，这一些，还有阶级的不平等。来，11，永续城乡；12，责任消费与生产。你莫用食迄科技很多，你有听过无？科技很多。你讲我，这不是歧视，我真的讲那个中国制造的东西，不要吃，一定卖价。除非你真的对人生没有什么希望，除非真饿了，但是你没有人生没有希望，你也不要要死不活的这样子，吃了活不活，死不死的啦，因为中国的科技很活，实在太厉害了。我哋有看一个报道就中国，因为捡迄骨头猪肋排的骨头，捡回去干什么？重新制作新的猪肋排。去农村那里哦，农村自己养的那个都没问题，他收集来，重新制作人工的猪肋排。来，13气候行动，14永续海洋与保育，15陆域生态，16制度的正义与和平，17永续发展与伙伴关系。这个联合国的17项，咱讲人类拍定的目标。可以希望改善希望改善。好，读完差不多。耶！鸡屁。